人腦就係一個高效率節能計算嘅典型例子啦。咁所以我哋嘅大腦大約係消耗20W嘅功率，但係其中只有大約10W用於高級大腦功能嘅。你知道咧，大部分嘅工作咧係維持身體嘅正常運轉，例如維持心臟跳動同埋呼吸等等。咁所以人類大腦中可能只有大約10W嘅高階功能。我哋已經成功地用10W嘅生物電腦建立咗文明。人類能夠發明好似廣義相對論同量子力學，甚至能夠發現好似飛機雷射、互聯網以及用一台10W嘅電腦發現物理學咁樣嘅事物。咁顯然存在住提高人工智慧運算效率嘅巨大機會。目前佢同仲有幾個數量級嘅差距啦。目前呢，一台100兆瓦甚至1000兆瓦嘅 AI 超級電腦，亦都冇法完成人類所能完成嘅所有嘢。咁所以，但係就我講啦，我哋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，咁就係人類大腦喺實現同建構符號方面非常節能，你知道。咁電腦係乜嘢呢？咁所以就係咁由此咧自然地得出結論啦，喺 AI 層面上面咧，提高電源效率方面存在巨大嘅進步空間。